頭骨教，經常頭輕馬岩卡馬超勁嘅，哦，頸椎條掛頭仲輕擦嘅，哦，特別是咱頸椎炎，咱做開經常頭咱個手，但有個骨病啊，ทั้งนี้嘅，哦，頸椎炎撇嘅，有經過督促，有幾老鬆，有骨精神，老啲講骨精神都精神，我最慢，我最話最慢。那辦個做緊啊，我最用慢嘅藥，一個路連手都殺人啊，無好話推薦對佢咯，哦，就是一個頭骨教，佢對那個慢藥、腦藥、沙藥都是相當好嘅，啊，如果到就好啦，冇啲個錯嘅哈，幾年下，幾年後但係仲嚟一個啊頭骨教好，一個藥教，有嘅可能仲是講好有揸把啲頭個師傅嚟個把生就嚟冇藥教，哦，聽先說咯，那一個頭骨教，也是那你能啊你耍精神啦好咯，啊你那你耍精神你光做他，因為能集嘅你能教嘅你能啲會一陣聽轉，能見呢見到嘅啫，哦，去嘅呢時候你就冇嘅啲痛頭，所以講你去接緊呢追到你去鬥志亂你光做他，那你能聽先說咯嗬，啊個做咩話最棒啊，光則音聽除咗冇格講起嘅啊，特別是聽黃嘅。特別是聽黃骨即上流聽黃嘅，哦頭嚟聽黃，下聽黃，手聽黃，向頭聽黃嘅，哦，都多嘅地步，一個頭骨教對佢咯，第一聽啲攞第一，哦，寫直嘅寫副嘅，都多嘅步，一個頭骨教對佢用。